苦定当克的下一从家，下个月前地了给那些，多在那边没得钱，那我一对钱组织些他些。干这个容着中个习惯些多别别热克中些的，参与的个没些钱，那你大把的学别拉着人了，破过不做了，得对钱做个得有。干的地方呢，就是。后来呢，多次拉着人子把的，过地里拉一种的拉送的，恐怕来这边空到行业中个恐怕他一些也是有。来整房子，参加修，我参与过，就这整房子。后来也机动个家热对路那种，多次过用，隔地的种的一弄，多次拉着人开边爷爷忙不有。罗那穷的去爷爷忙不顶巴当，爷爷从的娘起，插头多可惜，拉把你拉的呢恐怕嘞。去做给多次拉着强从外些，出动些有。大地巴多次来给农户呢，罗硬个的有啦。三年的些，娘娘不是从边拉着人子帮给的有。你就只找他，他来指挥，他来安排，来种去法，来种去哦，都是他土地多得很。三年的些罗穷区，恐怕三百来对，农用多次来了后边也不得真了，也上下也不得些，热瓦种的多。听说哪里？听这里，听我猜的哪里？哪里给这个货才的？啊，不会。兰州最大的就像这种箱子，这个兰州相当大，它这个是石头选，你要选择好石头。这个石头是它是一个是这样子刻，它背后是这样子刻的，它第二个它是它这个又把它这个钩子压到起噻，它是这样子的。第三个，他又把他的这个钩子压到起，你看这些这样子压的。是最近的多次拉萨车七个月过人的些，多切从人的日子呢，多用些特把些意。第二，按你用的路轮的日子呢，多全部自己。大众生意门就话当，多用当占据不义。是也不这么的呢，生意出比人看有。蒙多顶不面呢，大厦门子啦，得拉木有，里干的也不利于呢。满他用罗这当年些也娘娘有比多进全不义。这个齐国是修房子也好，修吊楼也好，是个最难的一个，反正最难的一个事情，这个是。容着更看重的。同嘛家中比例蒙出去全部写起来比，学习当实际所做的拿出右边组织给把些人啦。三年的个多次拉扎逻辑图其中一对个些，米萨节拉扎当采集全部给把呢，协同个多次个大年一啦。这边多列大众个热克的类别，在全部原有，那边摊子吹，摊子当地你过去。容着没不起，摊子里有员工数给他加起一啦。他那别的蒙出去，别罗萨当一的啦全部说，真说你们加起啦，念的呢全部写着有。容下忙不集中，看中俺这接的东西，人工人工特别，他们买一边多次拉杂些连家用生年巴当，每日这罗句98的年巴。罗这点边你让巴当，连木也把农业人。很辛苦，那个时候修这条路是，它石头也好，泥巴也好，需要啥子都全靠一手一个人一个的背上去。就是这个就难度相当大，一般一个吊路是一堆房子的4、5倍的工程有，楼梯上只能走一个人，
这里过一个人，他这难度就有那么大。卡中同步当基本突破艺术看见的，噶弟弟家多几把出来吹那，刚刚清不哟。罗这卡里个娘牛哟边包来蓝吹那翁站着些，热的第二节家日切哟边做把蓝吹那，拉赞的连他木节哟。他现在科技发达了，现在公路也通，那些机械全部用了，就它的速度就快了。哦，他们技术相当可以啊，相当这个技术也是个个都是州正的嘛啊。罗吉拉格里，包来也大地多吉拉赞的，点燃那些把拉瓦当，科技拉赞年纪凶起别，噶弟弟家容易等的那，我领开把的。现在当第二人呢，兄弟沙漠黑边中出些，人子兰一动动摇。多几人呢讲我在人子黑把马些，多几拉扎的，这种黑的也就有。目标车间日弄的，中巴人下拉黑队，真把轰隆的有阿当，成都那年大就所谓疾控人，用这个工人节积了几点的茶巴当，托工个没些当娘的。就是把的你。